江蘇一個查甫囝愛情的國家義務就是做兵，說是有人要嫌做兵。這新北地方法院今日開庭審理傳9名藝人和幾名民眾做回來出庭，因在法庭攏認罪，也強調符合自首要件，目的就是希望講透過自首來減輕罪行，或者是會當加罪。無法出現報案人，藝人李桂芳行在律師邊啊，對着後邊有 Energy 的前團員鄧正光、索克斯前成員廖真水。看到阮迄鏡頭馬上用走的，伊是本名柯浩準的演員柯浩基，歌手周漢聲雖然無回應，毋過2擺鞠躬。為藝人到數字54人，16被傳喚到庭，攏是甲一個刀兵風波，最單指定主導的雙兵集團犯案，相比1到2年並刑，其中9位到庭演藝圈的查甫並且廖真水、鄧武天、阿達等人攏經徒刑，這擺攏認罪，主張符合自首要件。尤其鄧正光的律師強調，為鄧正光自首了後，帶動其他藝人自首，請求緩刑。李桂芳甲阿達律師希望藝人無前科，一心公益，爭取緩刑的機會。現在就好好面對司法的判決，很抱歉做了不好的示範，不好意思，謝謝辛苦了，謝謝，對不起。檢察法院雙手合十，為伊有回應的藝人阿達，從警常向社會回釋禮，精神做不好的示範。因為全部被告認罪，專案用簡釋審判，按算7月29號開庭一擺，到辯論終結。法官在最後佫講，雙邊行為是逃避國家的重要義務。若最後判緩刑，會有支付公庫或者是1號勞務等附加條件。記者綜合報道。